心靈交響曲。照着、跟着、說着、行着，每日靈修經文分享。以弗所書5章10節，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。保羅從往永死的旅途能轉向永生的路程，全因主耶穌基督的捨己，來成就父上帝的救贖大愛。提醒眾人要效法基督對世人罪犯的挽回，在得蒙父神喜悅時，讓父神的喜悅來充滿。這喜悅是因着有神的愛，這愛使基督願意將自己全然獻上，使罪人被潔淨，被分別出來榮耀神。一切污穢、貪婪、淫詞、妄語都要在信徒們當中撇除，要離開這些暗昧無益的事，這是神厭惡的。保羅責備假冒偽善的法利賽人，鼓勵信徒在重生的生命裏要顯明神的榮耀。來，我們一起禱告。得蒙基督愛的人會憑着神的愛心行事，照着跟着說出神喜悅的說話，不作欺哄，不應虛假。當要遠離那些假冒偽善、背逆神教導的人，藉每日靈修來聆聽聖靈的帶領，在提醒中行出救主耶穌的吩咐，在愛人如己時更得蒙神喜悅。以上同心祈求，奉主耶穌名禱告，阿門。